大家好，唔知咁多位有冇見過我而家踩緊嘅呢一部機呢？呢一部就係我哋喺老人院會用到嘅電動健步器。咁佢對於一啲啱啱術後復康或者係長期都唔喐嘅老人家呢，係一個好好嘅復康工具嚟嘅。嚟緊我哋會喺唔同嘅角度展示呢一個健步器嘅活動啦，同埋講述下佢有咩功用嘅。呢一部健步器有12個模式同埋自由模式，而喺老人院入面，我哋會選擇自由模式，方便我哋因應長者嘅需要去調整速度，由最初嘅1速慢慢加至去最高嘅12速。除咗正向轉動之外，我哋亦都有第二個模式反向轉動。咁呢個雙向嘅切換呢，其實可以確保到我哋下肢肌肉受力更加均勻，避免咗單一方向運動造成嘅肌肉疲勞。咁呢一部機主要有3個功用啦。第一，透過機械嘅帶動，可以促進我哋下肢嘅血液循環。第二，佢可以維持我哋關節嘅靈活，避免我哋嘅腳踝同埋膝頭哥因為長期唔喐而僵硬。第三，佢能夠減緩因為坐得太耐或者唔喐動導致到嘅肌肉萎縮，並且維持肌肉嘅彈性。感謝觀看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